42歲 TVB 男星鄭俊弘同太太何雁詩喺2022年生咗仔仔鄭贊廷，不過仔仔1歲就確診罕見嘅嚴重遺傳性疾病天使綜合症，令到兩公婆都好心痛。而經過長時間物理治療同埋言語治療之後，今年已經3歲半嘅鄭贊廷亦都可見效果相當顯著。不過日前何雁詩喺社交平台分享同仔仔搭飛機嘅影片，但就遭到網民公審，指責佢哋全家都缺乏公德心。片入邊可以見到飛機嘅引擎聲吸引咗鄭贊廷嘅好奇心，令佢覺得好有趣，仲不停咁拍打前方嘅座椅。有網民就留言指責坐你前邊真係人都癲啊，甚至仲有人好刻薄咁話有病唔係大晒。面對連番嘅指控，何雁詩亦都不甘示弱，霸氣回覆表示千祈唔好低估特殊需求家庭嘅準備程度。原來前邊嘅乘客係何雁詩嘅父母同埋家姐，一家人早就已經做好萬全之策。唔少網民得知真相之後都停止指責，仲大讚佢哋一家人考慮周到，有人更加為佢哋抱不平，指責起控者挑起事端。